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收支的调查，其中食食的费用是占整体消费支出的2成7，高雄是搁比平均较悬，将近3成。这嘛显示讲高雄人可能较重食。有民众嘛表示讲因逐个月至少会开15000块到2万块伫食食顶头。 店家10点半才拄啊开店，就有民众陆续来买白骨饭。根据主计总处统计，全台家庭饮食费占整体消费支出平均是27.74%，高雄比整体平均悬来到29.68%。我三城的饮食支出拍败美食之都的台南，是劳动中上重视脆食面的城市。看身材就知道美食就是爱吃，不然高雄统计啊，6都里面最胖的。15000块哦，1万块哦，系啊，迄摆物件大细啊，物件贵啊。菜好食，酱料咸芳成人，人客一买都几啊份。未少民众表示，饮食部分一个月爱开至少15000至2万。路上附近也无影响想买食的冲动。我想吃什么就特别吃什么。哎呀，如果真的疯，你就跑去仁武买仁武烤鸭。久久啊嘛，都爱食一顿啊较好的啊，台南啊，啊是东港啊，食海产就走去东港啊。 那这顿冰品点心也袂当少，烧热的天气，互莲花寮市场的串冰店透早人客都一直来。有人认为台湾人普遍爱美食，也有人佩服高雄人对这的顾忌。好像比较少一点呢，因为就是台北好像美食比较不多。 食各种美食甲手吃茶是一种享受，也毋过对食伤顾忌，也可能反映伫身材。高雄大考率同款是6都第一，为了避免大考问题影响市民健康甲城市发展，高雄市府恐惊都爱想办法，互市民活得更较健康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